港鐵今日最少3次因為故障令列車延誤，運輸署已經要求港鐵提交報告。城人士很暴躁，愛擋天路真糟糕，人人為插紙走水貨，過去記錄唔係咁好。時時停在管道裏，駕車裏面擠逼到，橫蠻無理只識加公關，只懂賣廣告。逼港鐵令你趕到，唔係又遲到，你睇單車嚟啦，擠逼到。好不信啲廣告，老闆繼續唱。遲來延誤的預報，困於車內真糟糕，繁忙時間光陰虛耗，無法再入輪樹爆搶。行李條例爭論裏，古箏拎住必警告，重重圍困小妹一個有禮態度如左舞。逼港鐵令你趕到，唔係又遲到，你睇單車嚟啦，擠逼到，唔好不信啲廣告，聖黨繼續唱，擠逼到，唔好不信啲廣告，聖黨繼續唱。